AI 資訊 AI 資訊。第一， AI 增電力需求風電有作為。第二， Beyond Algorithm， 為何 AI 寫不來我們的文字。第三，深度解釋 AI 教育新趨勢。第四，嶺大校長頂罕發文，剖析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角色。第五， Google Gemini 將有。第六，控中國 AI 公司竊取制裁美國務。今日好多話題都同 AI 有關，好似都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。點解呢個？今日同你細路，記得 comment 同 like。share 俾你朋友 ，subscribe 訂閱頻道 ，follow 有乜料，小料二人每日為你篩選最新最貼地嘅資訊，下次見。